跟住落嚟係再展風華。中國海外特約再展風華係由中國海外香港歌賦嶺冠名贊助。夢想就係你手邊嘅兩支棍，呢條繩咧就係你自己嘅想與唔想。你想嘅時候，兩支棍就係將夢想捉起嚟；你唔想，其實分開咗，佢可能呢支係一個搓麵粉嘅棍啦，可能係打鼓嘅棍嘅喎。呢個就係夢想，大家就唔好咁容易放棄咯。喺阿 Jerry 手上買一啲雙節棍，亦都想話去嗰陣時一個交流形式㗎嘛，嗰陣時個會。冇錯，咁啊去到個交流會咁，想同你哋一齊玩。哇！嗰陣時記唔記得幾難先過到嚟啊？兩個住喺天水圍嘅青年，因為對雙節棍嘅愛好走埋一齊，佢哋成立咗一個雙節棍藝術協會，甚至自己租地方開班授徒。細個啦，睇住李小龍大師嘅電影啦，咁就喜愛咗雙節棍，尤其佢嗰套《精武門》，咁十分之印象深刻就係佢攞住啲雙節棍，哇，威風八面咁去打擊到啲敵人。直至之後咧，我見到表哥有支雙節棍就拎起嚟玩，嗰時我記得應該係8、9歲嘅時候。喺家長嚟睇，青少年花太多時間喺非學習嘅項目上邊，都係不務正業，好難得到家長嘅支持。咁可能喺讀書嘅時間，佢哋覺得冇所謂啦，因為始終都係一個課外活動啊，或者係呢個係一個興趣嘅。去到投身社會去大概去揾錢嘅時候，或者去打工嘅時候，佢哋就覺得呢樣嘢應該比重咧，例如10份嘅話咧，應該佔1、2份已經夠嘅。需要較高技巧嘅雙節棍 ，Jerry 居然能夠無師自通。2009年香港舉行世界雙節棍大賽 ，Jerry 同幾個共同練棍嘅朋友有參賽，為咗爭取較好嘅成績，佢哋呢一支武術基礎薄弱嘅隊伍，自創咗一套又集街舞節奏同動作嘅套路，結果獲得優秀運動員隊嘅獎項，仲得到評委嘅鼓勵表揚。呢一次成功，促使 Jerry 將雙節棍嘅研習同埋推廣當成咗人生嘅理想同埋事業。2000年嘅嗰年咧，我就搬入咗嚟天水圍。咁當時嘅屋苑咧，其實唔多㗎。我諗計落其實都係得個5、6個村嘅啫。咁依家慢慢咁發展去高樓大廈啦。咁當時我每日喺我屋企咧，望住對出個海嗰時咧，已經可以睇到日落咧，天上有一個太陽，海度一個太陽好靚嘅。咁嗰時嘅設施係都冇乜㗎，因此喺娛樂方面冇啦。咁喺個社會嘅即係個基建啊、機設啊都係冇嘅，例如嗰啲康樂設施都係冇嘅。天水圍嘅社區環境較為特別，呢一度屋邨樓宇唔係太密集，附近嘅商業設施同公共娛樂設施亦都較少，感覺上好空曠。其實咧，如果公屋建設咧，基本上就按整個屋邨嗰個規劃嗰啲即係公共設施同埋空間，包括埋嗰啲所謂叫做即係零售。停車同埋啲休憩公共空間等等咁樣係有個規定。咁但係你似乎就即係喺天水圍咧，即係每個屋邨嗰個可能即係落成嘅樓宇咧，大概嚟講最多嘅咁可能就係10多座啦咁樣，最少嘅係即係大概5、6座咁樣。即係如果個社區越係細，即係嗰個屋邨係越係細規模嘅話咧，其實供應呢啲所謂設施咧，相對係越係少，而且嗰個屋邨與屋邨之間咧係比較分隔嘅。大
大約80年代初，地產發展商喺天水圍囤積咗唔少嘅土地。後嚟政府開發天水圍，就由發展商手上收購呢一啲土地。當時發展商同政府簽咗一個協議，內容係政府發展天水圍嘅商業設施嘅時候，唔可以影響發展商喺當地嘅商業發展。呢一個係天水圍缺少商業設施同娛樂設施嘅主要原因，但就為練習雙節棍提供咗有利嘅條件。可能大家都會知道雙節棍喺香港法例嚟講咧，只要兩支棍中間嘅鐵鏈咧，佢已經係屬於犯法嘅。咁我哋嗰時可以選擇嘅雙節棍嘅器材唔多，例如只可以揀木啦或者鐵啦。咁死火啦，呢兩樣都係犯法嘅，點算咧？咁只可以匿喺屋企玩啦，或者係偷偷地去啲停車場玩啦，或者會去到啲比較冇乜人去嘅地方，例如比較偏僻少少嘅郊野玩。因為嗰時天水圍好多屋苑都未發展嘅，可能喺仲有啲郊區嘅情況，或者係啲比較多少少嘅樹木嘅地方去玩咯。由於政府喺1981年嘅憲報已經將武術用嘅雙節棍列為違禁武器，所以 Jerry 唔可以唔為爭取演練雙節棍嘅合法性而奔走。所以我哋一發展嘅時候，喺器材嘅選購咧係非常之嚴謹咯。咁當初咧，大家都係攞住木棍、鐵棍，其實係好危險嘅。第二個大問題就係揾場地去練習。好多地方啲人知道我哋係玩雙節棍咧，抗拒唔得，唔可以，因為佢知道呢樣嘢，佢哋唔了解呢樣嘢係正常嘅運動。亦都嗰時我哋都係開始玩麵棍，佢都係抗拒嘅。當時仲喺度讀書嘅 Jerry 已經做咗兼職，儲咗少少積蓄，佢就自己揾到內地河源市嘅一間工廠，請佢哋根據自己嘅設計，要求做一款硬質尼龍材料嘅雙節棍。其實做咗出嚟可能咧係唔符合個玩出嚟嘅效果，咁因為呢個力學分佈咧係非常之唔平衡嘅。如果一支海綿的話，咁我不斷咁改良咗裡面嘅尼龍嘅重量啦，咁出嚟效果 feedback OK 喎，內地嘅 feedback 又 OK 喎，咁我直接將佢喺香港去發展啦。與此同時 ，Jerry 成立咗雙節棍藝術協會，並且喺網上招攬志同道合嘅人。E.T. 就係喺網上結識嘅朋友。上網識你㗎，係上網識我，上網識你，因為上網識嘅。因為第一好似09年，係啦，咁就有一次透過一個網上嘅交易平台咁啊，係啦，需要選購一支合適自己嘅雙節棍，咁就由嗰陣時開始就識到 Jerry 啦。咁亦都咁啱，原來大家都係住天水圍嗰啲，係啦。原本中意玩花式單車嘅 E.T. 讀完中3就出嚟做嘢。由於當地缺乏足夠嘅娛樂設施，夜晚又唔使再讀書，於是到處遊蕩，經常喺外面玩到凌晨1、2點，有時會被社工視為係問題青年。其實我都係曾經係夜青嘅，因為玩單車就係都同天水圍啲社區嗰啲義工都有啲交流咁樣啦。其實好多後生仔其實最緊要係有個地方俾佢玩得到就冇問題。頭先之前都講過，天水圍根本就冇資源去俾呢班後生仔消磨時間。咁佢哋可以做啲咩呢？日頭屋企瞓覺或者返學㗎啦，夜晚就係佢哋嘅世界。因為咧喺個夜晚冇人去管制，冇人去限制，自己想做咩都得。呢個地方就自成咗一個山區嘅小皇帝。年青人嘅精力需要發泄，有目標、有組織、有場地，佢哋可能會有更好嘅發揮。完全放任自流，亦可能形成破壞力。Jerry 佢哋嘅雙節棍協會原本希望喺呢一方面起正面作用，但係未得到理解同埋支持。之前有個後生仔，佢可能平時咧每日冇咩消遣嘅節目㗎，佢可能喺呢個區流連浪蕩啊，玩到2、3點翻去，可能同阿媽嘈一餐嘅。咁有一次我喺公園度玩棍啦，咁佢又覺得咦好神奇喎，點解你做到呢啲動作？佢又可能主動去問我點解你做到啊？其實難唔難？咁我 feel 到咦，其實呢個僆仔都有啲興趣喎，不妨嘗試下進一步。不如我教你啦。咁久而久之，佢就隨住呢個方向咧，佢又有少少嘅改變，就係改變咗佢自己咧，唔會再消磨晒喺啲時間上係無謂嘅。佢哋曾經以武術訓練嘅名義租借到政府場地，但一發現佢哋原來係玩雙節棍，又被逼終止。而家佢哋係用自己嘅積蓄租用私人場地嚟延續自己嘅夢想。So far 政府啦、社區團體啦，因為我其實都
寄信咧寄晒所有香港嘅社區中心㗎。feedback 翻嚟俾我都話冇資源啊。其實呢樣唔係中政府承認嘅運動啊，又或者呢樣嘢其實唔係太啱我哋嘅主旨啊宗旨去做，因此係一直以嚟都得唔到康文署又好、社區中心又好，佢哋都唔贊成嘅。做保險嘅陳小姐同樣係住喺天水圍，因為工作需要，經常出入九龍同埋港島，每個月要負擔較高嘅交通費。佢哋一家原本一直寄住喺親戚嘅屋企，生活好唔方便。後嚟機緣巧合，佢哋好快輪候到天水圍嘅政府公屋。我都幾中意住喺天水圍嘅，因為天水圍個就算住個空間又大啦，咁出邊嗰個環境啦、公共嘅空間啦、綠化啦各方面，我覺得係比較舒服嘅。陳小姐同丈夫喺家鄉福建相識，可能因為嚟自同一個鄉下，夫妻兩人喺溝通同埋相處上都好融洽。並未獲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嘅5年間，陳小姐靠雙程證來回香港，初時同丈夫喺家公家婆嘅屋企居住。97年嘅時候將間屋變賣，陳小姐夫婦就喺荃灣租屋住，但係因為房租太貴難以負擔，只有另覓新居。就搬咗嚟擺喺呢邊啦，咁就係一個鐵皮訂嘅屋嚟嘅。就算我未嚟香港之前咧，都未住過咁樣嘅屋嘅，好鄉下嘅地方嚟嘅，四周圍都係好多嘅草啦咁樣。就試過一次咧，真係喺嗰陣時係夏天嚟嘅，就喺側邊嗰啲坑渠度咧，就見到條蛇。其實以前都自己由細到大都未見過咁嘅情況，但係嗰陣時我有個大仔啦，嗰陣時仲好細個嘅，歲零，所以就為咗保護佢安全，就自己都要揸起把鋤頭去打條蛇咯。中國海外特約再展風華係由中國海外香港歌賦嶺冠名贊助。陳小姐原本喺內地係中學物理教師，家庭條件同工作條件都唔錯。嚟到香港後嘅生活環境同想像中有較大反差，令佢感覺尤其強烈。好在佢唔係貪圖老公嘅香港人身份而結婚，所以幾困難，兩夫妻都能夠一齊捱。嗰段時期佢細路仔又細啦，嗰啲細仔啱1歲嘅，仲要翻元朗買餸，仲要抽住啲餸，仲要孭住個細路仔，仲要搭車。咁艱難嘅生活環境，令到夫妻兩個人都好希望能夠盡快申請到公屋。當時政府正喺度推行8萬5房屋政策，天水圍有大量嘅公屋推出。陳小姐一家因為呢一個政策嘅施行，好快上咗樓。我記得98年之後咧，就特區政府就提出咧8萬5政策，跟住咧就北面嘅就大概係220公頃咧都用咗嚟起樓。咁個200幾公頃咧就大部分咧原來嘅設計有啲都係公屋居屋嘅，咁啊都改為公屋。咁啊將一啲居民咧，即係申請緊公屋嘅居民咧，咁啊原來排10幾萬嘅都唔緊要啦，你有興趣入嚟住咧就即刻可嚟住啦。咁我後嚟聽翻啲居民講，佢申請咗唔夠3個月已經入咗嚟住啦。租金咧，即係同區嘅即係同樣咁樣設施嘅一啲個公屋嘅單位嘅8折咁樣，用乜方法咧吸引居民入去入住？咁呢點咧亦都造成呢一個惡果。就話咧，其實入去嘅呢大批嘅公屋居民咧嘅經濟能力咧都係比較低嘅，即係公屋居民之中咧收入都係比較低嘅一群。細嗰個啱啱好，其實係啱啱好係妥緊嘅，其實超過20週㗎啦。本嚟就過咗20週咧就可以當一個人頭計，但係因為為咗快啲申請咧，因為嗰陣時已經落咗紙嚟㗎啦。如果你再加名咧，可能要再等。啱啱好個大嘅小朋友就要揀小學啦，咁又就唔想再去等，又驚阻住小學嗰度申請咧，所以就落咗紙咧，就即刻就要咗。咁嗰陣時咧就34平方米嘅單位。天水圍早期主要係魚塘同埋農地，海邊地區就主要係濕地，養育咗大片嘅紅樹林。現時天水圍嘅東北部就係香港嘅濕地公園。
傍晚由濕地公園望過去天水圍，真係有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嘅感覺。呢一種景色喺其他區域嘅屋邨難以見到。原先嘅規劃係要將呢一度發展成為一個自給自足嘅衛星城，有工業同商業支持當地就業。但係後嚟一系列政策嘅改變，令原先計劃佔有一半份額嘅私人樓宇，大多數變成咗公屋。呢一種改變令唔少輪候公屋多年嘅低收入家庭好快上咗樓，但亦衍生咗一系列嘅社會問題。而家大部分咧天水圍居民咧就每日都要出外翻工嘅，因為我哋呢度商業好少，工業冇，就業機會好少嘅，咁所以大部分人咧都係要出外翻工。佢哋交通工具係一個主要嘅花費。咁早幾年做咗一個了解咧，就一般咧佢哋用嘅交通費咧係佔咗佢收入當中咧差唔多接近10%嘅開支。咁所以呢一個咧就日後我哋產生所謂悲情城市咧，其實就係一個咁嘅情況出嚟。大量低收入家庭集體入住，而呢一啲家庭當中，中港婚姻家庭嘅比例相對較高，文化同教育程度嘅差異容易產生矛盾，導致一段時間入邊家庭悲劇較集中出現，因而喺部分香港人心目中背負咗悲情城市呢一個惡名。但係本區居民就唔中意呢一個標籤。可能文化上大家有個錯誤觀念話佢係悲情，原因可能好多嘅壓抑啊，好多嘅不忿啊，好多嘅不公平啊，聚集咗呢一區，咁嗰啲居民就形成咗一個負極嘅能量，咁呢個負極能量又俾傳媒誇大咗，咁呢個就係一個悲情城市嘅源頭啦。悲情係人哋即係點樣俾天水圍一個負面嘅標籤咯。標籤嘅。每個佢都會有啲和諧嘅家庭，可能有啲咧就可能有少少問題嘅咁樣。咁其實都係我都係覺得一啲個別嘅 case 啦。咁我都識得好多喺呢一區嘅朋友咧，大部分咧都喺呢度咧都生活得都係比較好嘅。啲家長之間啦、鄰里之間咧，相對嚟講都係會比較更加嘅 close 一啲嘅。到仔女都入咗學校同幼稚園讀書之後，陳小姐就開始參與天水圍婦女聯合會嘅社會工作。喺呢一度，佢結識咗一位從事保險工作嘅同鄉。喺同鄉介紹之下，陳小姐轉咗行做保險。好多人感覺咧，保險咧就好識講嘢啦，點。其實保險對我自己嚟講都係一個挑戰嚟嘅。我唔係一個講嘢好叻嘅人，都唔係話好擅長交際嘅人嚟嘅。但係好似我經理話齋咧，就係經驗咧係累積翻嚟嘅，考才咧係學翻嚟嘅。陳小姐出嚟做嘢之後冇幾年，已經由公屋搬到私人居屋住。而家大仔已經讀中學，個女亦都喺年級入邊係數一數二嘅優等生。夫妻二人互諒互讓，一家人樂也融融。呢個咧可能就我都叫做我覺得比較幸運啦。我先生咧個人都好好嘅。咁初轉行嗰陣時都同佢商量過，雖然佢都唔係話100%支持，但係都叫做都贊，唔係話100%嘅認同啦，但係佢都支持我嘅決定啦。即係我即係感激佢為呢個家庭真係付出好多，真係好多謝你，老婆。咁我都好多謝我先生。叫做好多嘢佢都全力支持我嘅，咁喺有時我好忙嘅時候咧，佢都會叫做默默嘅就喺後邊咧幫我啲瑣碎啲嘢咧，就屋企啲瑣碎嘢幫我做咗啲嘢嘅，咁我就唔使咁辛苦啦。同陳小姐同時喺婦聯做社區工作嘅馬小姐，亦係因為天水圍比其他地區較快輪候到公屋而入住喺天水圍㗎。因為等咗公屋都差唔多3年啦，咁如果要等翻我自己想要嘅區咧，就好困難啦。咁所以嗰陣時咧就選擇要天水圍。咁半年到就已經俾咗屋我哋啦。咁跟住入嚟睇嗰啲環境都唔係想象中咁差喎，都可以喎。咁所以決定咗就搬入嚟天水圍住啦。因為要照顧小朋友，而喺天水圍就近又揾唔到嘢做，於是一批唔想成日悶喺屋企嘅家庭婦女，就好自然集中到去婦聯呢一類社區工作嘅機構裏邊。
嗰陣時最主要做義工，因為真係好悶，同埋揾工做，我唔知可以做啲咩咯。係即係如果你叫我放低2個小朋友要出到九龍返工，我又唔知2個小朋友可以俾邊個睇，因為嗰陣時個女先讀緊幼稚園，個仔應該先啱啱上小學。咁如果我要揾一份工出邊做嘅，我嘅時間甚至乎金錢可能相對嚟講都唔係咁理想嘅時候，咁我選擇寧願做一個全職嘅家庭主婦。咁我覺得小朋友返學嘅時間我又好得閒喎，咁所以我就決定去做義工，幫下自己個區同埋同自己增值咯。我哋都有啲咧姊妹係好好嘅，好努力咁樣去即係儲定啲積蓄啊！積蓄呢個積蓄就唔係指金錢啦嚇，即係積蓄自己嘅能力啊，去盡量去識人啊，參加社區一啲活動啊，同隔離咗建立關係啊，咁就係當仔女大啲嘅時候，佢就諗住隨時可以翻出嚟社會做嘢，改善經濟啊，令自己嘅人際關係各方面都好嘅，亦都有嘅。馬小姐喺婦聯做咗幾年義工，隨住婦聯主席鄺月森被委任做區議員，馬小姐亦都轉咗做議員辦事處嘅社區幹事。佢覺得天水圍出現過一啲悲情事件之後，社會同天水圍嘅居民都好努力改善呢一啲問題。現時社區配套同人際關係都有好大嘅轉變。經過啲10幾年嘅努力咧，地區人士啊、唔同嘅議員啊，甚至我哋嘅街坊，大家努力咧，我哋而家嘅天水圍已經改變咗好多，而且嘅配套咧亦都不斷去增加。咁其實一路咧，我哋天水圍嘅街坊咧，大家互相之間咧，都係好相親相愛，好互相幫助。其實有事起上嚟嘅時候咧，並唔係話出邊咁講，即係國家事掃門前事冇人幫，唔係㗎。甚至乎而家我哋其實行出去有人有事，隔離咗一定會出嚟幫，唔係出邊所諗。雖然因為規劃同政策原因造成咗一啲先天不足，但唔能夠否認天水圍居住環境比其他區優勝嘅地方係有較寬闊嘅視野同空間，有較清新嘅空氣，有較藍嘅天，較綠嘅水。我唔會搬出天水圍原因，因為其實天水圍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嚟㗎，有動有靜嘅。我覺得天水係一個好舒服嘅地方，同埋佢係住嚟講咧係非常之適合嘅。佢嘅空氣好過好多市區。我可以講話我好驕傲我自己住喺天水圍，因為我覺得天水圍係一個好嘅地方。赤柱係港島最南端嘅一個半島，從開埠一直到2戰之前，呢一度長期保留住人煙稀少嘅鄉村景況。後嚟英軍進駐赤柱，修建炮台，遷徙居民。節假日，大量英軍湧到赤柱大街，從此寧靜嘅環境同簡易嘅生活模式開始為之改變。加上遊客嘅到來，赤柱人喺外來衝擊之下，演繹出更豐富嘅人生。請留意下一集《赤柱人家》。接落嚟係播映高志森微博，請繼續欣賞。中國海外特約再展風華係由中國海外香港歌賦嶺冠名贊助。